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社会新闻。台中一个姓江的女子到美国去读硕士，因为不满伊做保全的老爸唔肯甲赞助留学的费用，回国了后，竟然甲伊的男朋友联手，甲老爸抬死，甲这个尸体载去山顶弹掉。检察官用家暴杀人、遗弃尸体等等的罪嫌，甲伊甲伊的男朋友起诉，而且建请法官判重刑。上界痛苦的，就是这个查囡仔的妈妈，无法度接受查囝竟然杀死家己的老爸。讲代志发生到呾得要4个月啊，这个妈妈拢甲家己关伫咧厝内底，拢无出门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江小姐的老母无法度接受查某囝杀死老爸的事实，一讲到案情，情绪都真激动。是觉得女儿太残忍了，是不是？我不想听。厝边讲老母对案发到呾特别4个月，会使讲是拢无出门。啊，因某自从发生了后，拢冇出门啊？真个伤心吗？涉嫌杀老爸江小姐，因为不满伫国小做保全的老爸拒绝赞助伊留学的费用，造成伊无法度完成学业。倒来台湾了后，找伊姓张的男朋友去老爸做工课国小，提供推啊讲老爸头壳造成死亡，然后用机车甲老爸尸体载去太平的山区。被告2人涉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以及遗弃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诉，并均依法加重其刑至1/2。刑罚杀人罪上计刑度10年，杀死得系血亲加重刑责1/2，嘛就是10年变作15年以上。江小姐和男朋友杀人了后，搁甲这个讲推啊早转去，要确定无人会知影这件代志。最主要的说法是说，为了避免是不是他们杀害被害人的行为被曝光。江小姐杀死家己的老爸，目前还咧羁押。亲人和老爸服务的单位拢无愿意搁讲这件代志，希望时间会当互大家把这一切放袂记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